我相信大家對賺錢呢樣嘢一啲都唔陌生，但係區分翻開咧，想賺錢定係真係有落手落腳去賺錢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喎。咁喺呢幾年睇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書，同埋接觸過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啦，咁啊的確發現咗有錢人咧同普通人咧喺思考方面係的確有少少分別嘅。喺呢本書《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就會話你知啦。如果你冇10個鐘頭去睇完一本書嘅話咧，不妨花10分鐘睇下我嘅影片啦。開片。Hello， 大家好，我係 Henry 啊。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本咧《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呢本書咧，我已經睇過5次㗎啦，所以就可以總結到一啲重點咧，分享下俾大家。假如我哋現有嘅生活咧都全部都係一個果實嘅話咧，如果我哋要改變現在嘅生活，現在我哋擁有嘅嘢咧，應該係要從根部做起嘅。但係何謂之根部咧？就係一樣嘢叫金錢藍圖喺我哋腦海裏邊㗎啦。咁的確有錢人同埋普通人嘅思想上面咧有啲乜嘢差距咧？咁我總括咗少少嘅，包括對事情嘅睇法啦、時間管理啦、對風險嘅睇法啦、對投資嘅睇法啦，同埋睇機會定係困難嘅分別啦。嗱，非常之簡單一個問題，可以問一問你先，試想一下你父母嘅理財觀念其實係點嘅？佢哋係一啲好進取會投資嘅人啦，好努力拼搏做生意嘅人啦，定係好普通？我哋都係上班一族啊，然後慢慢供樓啊。佢哋會唔會學好多投資嘅嘢呢？定係佢會鼓勵你返一份工，好好地唔好搞咁多嘢就算啦。咁你係可以聽得出呢，其實唔同嘅選擇裏邊呢，10年之後大家都有唔同嘅結果嘅。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個個都係一張白紙，正如富爸爸嘅作者講，點樣去教育你嘅小朋友財商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個書入邊有提過，用5分鐘咧就可以判斷到你未來嘅生活會係點噶啦。咁我同時間總結咗5個問題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第一個問題啦，就係有錢嘅人會好努力咁讓自己有錢。咁當然啦，你同我全世界嘅人咧都希望自己有錢噶啦。咁但係佢有句説話好好嘅，就係你嘅收入咧就會去到你願意成長同埋付出嘅地步嘅。好簡單，假如你想設定你嘅年收入係50萬嘅，咁而你嘅月薪係2萬蚊一個月，咁即係年收入嘅話咧係24萬左右啦。咁我哋大家就開始動腦筋咧，點樣賺埋嗰26萬翻嚟咯。所以第一樣嘢，你有冇曾經動腦筋去諗方法呢？第二樣嘢，如果你為咗呢個目標，你願意付出幾多嘢呢？即係例如一個星期我工作足7日，冇得放工就翻屋企睇電視啦。你放假嗰陣時冇得同朋友出去玩啦。你願唔願意犧牲呢啲時間去做到你嘅目標先？而第二個啦，有錢嘅人都係會專注喺機會度嘅。當機會來臨嗰陣時咧，你會覺得係機會啊，定係一個問題呢？以我自己研究開股票為例啦，咁騰訊喺上年咧由400蚊跌到落250蚊或者300蚊左右，你打算買入？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啊，定係非常之危險啊？同時間你見到有2個選擇喺度，嗰2個選擇就斷定你覺得係機會你就會買，你覺得係危險你就會唔買。所以去到2019年嘅5月咧，一買入嗰邊就賺咗3-4成，冇買嗰邊咪繼續咯。所以當機會嚟嗰陣時咧，你會見到係機會啊，定係啲困難嘅問題啦。同時間咧，書入邊有提到嘅，用空餘嘅時間賺多份額外嘅收入，例如可以從事直銷業啦，又或者係地產行業啦。佢好強調咧，放工之後做嘅嘢咧係要不根據結果嚟拎報酬，而唔係根據你翻工嘅時間嚟拎報酬嘅。因為呢件事先有得增長上去，而唔係限死喺一個數入邊。第三個咧就係有錢人非常之善於管理佢嘅金錢嘅。想問一問你平時係點樣理財㗎？如果出咗份糧之後，你會先儲一筆錢，然後先使啊，定係使咗剩翻幾多先儲呢？呢個微小嘅分別，結果就可以差好遠㗎啦。咁我以前聽過一啲財富管理嘅講座，佢話有錢人咧佢嘅現金量好少㗎。我當初都唔信，但係當我睇過好多唔同嘅書，請教過好多唔同前輩之後咧，發覺佢哋大部分嘅錢點解會得咁少 cash 咧？因為佢哋都投資落資產有回報嘅地方身上。試想下，當你而家聽到股票嘅投資啦、債券嘅投資啦、房地產嘅投資啦，我相信港澳地區最賺錢應該呢幾樣嘢吧。但係你聽到呢3樣嘢之後，你會有咩反應啊？你會覺得哇，股票好大風險啊！我都唔識得去睇，喺股票次次都蝕錢嘅。定係房地產？講起房地產，我邊有咁多錢買啊？定係你會覺得呢幾樣嘢原來賺錢啊？我去學佢點樣去睇先。所以就係睇翻你日常點去管理你嘅生活支出同埋收入啦。因為佢哋大部分都唔係講佢哋月收入有幾多，佢哋好強調你嘅淨值，即係 net worth。通常叫咧都會叫資產淨值嘅。所以有一句説話好好嘅，撇除咗你嘅主動式收入之後咧，你仲剩翻幾多？跟住到第4條問題啦，就係有錢人都非常之持續學習。想問一問你，對上一次睇晒成本書係幾時啊？第二樣嘢，對上一次你去提升你嘅技能係幾耐之前嘅事啊？咁我之前睇咗一本書咧，講亞馬遜嘅創辦人 Jeff Bezos， 佢有提過嘅，即係蘋果教主 Steve Jobs 點樣咁犀利咧？係因為佢學習能力超勁。
當佢遇到一啲完全佢唔識嘅問題咧，佢即刻會歸零，變翻咗一個學生咧，咁向一啲高手或者嗰行嘅專家請教，而唔係選擇拒絕機會。唔使啦，我呢啲嘢都唔使學，都唔關我事。所以我自己會反思咧，我花咗幾多時間去提升我而家自己賺錢嘅能力咧？同時間有句説話好嘅，三人行必有我師，可以留意一下平時你同朋友傾嘅咩話題多咧？會傾八卦新聞啦、公司嘅嘢啊、家庭嘅嘢啊，定係傾合作嘅機會啊，定係揾錢嘅機會呢？咁當然絕對唔係掛住做嘢而冇晒生活啦。但係你同朋友商量傾得多嘅話題呢，就會主導咗你主力係向邊發展嘅。所以見到啲朋友經常傾啲商機啦，或者傾揾錢嘅嘢呢，相對嚟講，你會見得到嘅機會都多啲嘅，因為佢傾得多 brainstorm 得多呢，自然會攞得到更多嘅機會翻嚟。跟住到第5個問題啦，有錢嘅人咧非常之樂於宣傳佢自己個人嘅價值觀。呢段時間都有人同我講過，你好叻咩？你憑咩拍片分享呢啲知識俾人啊？咁我就好奇一下，如果好勁嘅人佢又唔得閒拍片分享俾你，如果唔勁嘅人佢又唔分享俾你，咁邊個去分享俾你啊？所以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咧，做生意賺到錢嘅人咧都好善於宣揚佢自己嘅個人價值觀同佢嘅遠見同埋思想等等噶。而平時你會同朋友分享啲咩多呢？就好似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一樣，佢都將嗰個讓美國更強大呢句説話咧宣揚俾成個美國，希望更多人投票俾佢噶嘛。而 Steve Jobs 亦都好成功將一個簡潔嘅品牌打入咗我心裏邊，所以我非常之中意蘋果。所以如果呢一刻想你分享一少少觀念俾我嘅話，你會分享啲咩呢？咁但係當然每次一講到咧放工之後仲會繼續工作或者學投資等等咧，好多朋友都會話：哇，你做得咁辛苦，做到成隻狗咁，有咩樂趣呢？其實最重要咧，如果你揾到自己個人追求嘅目標，同埋你中意自己做緊嘅嘢咧，咁呢啲就係樂趣啦。所以重點一個問題就嚟啦，你有冇諗過咧，自己5年之後會過緊點樣嘅生活啊？而我自己經常都會反思咧，我嘅技能啦，或者我嘅知識係可以服務到幾多人，包括我透過影片咧宣揚一啲閱讀嘅資訊啦，或者唔同範疇嘅知識啦。我希望做到嘅就係讓一啲好少睇書嘅朋友咧，其實透過我影片都可以睇到書入邊嘅精華。假設我一連出50條片，你睇咗50條片，你就彷彿睇咗50本書嘅精華咯。但係就唔需要你花10個鐘頭睇一本書，只係花10分鐘去睇一條片。如果你覺得啱睇嘅，你先再買本書去睇咯。點解透過網絡分享呢？因為我希望我自己個人嘅價值觀咧係可以傳播出去，唔係單單係我身邊嘅朋友可以透過網絡咧傳播俾可能500人、1000人、1萬人等等。當然啦，身邊好多朋友都話，其實做呢件事有冇用？其實我自己都唔知有冇用噶。不過我希望做咗出嚟之後咧，結果就會話俾我聽有冇用啦。呢個亦都係書入邊提過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就係馬上行動去做一件事出嚟，市場就會回應你噶啦。而最後啦，本書改變咗個好重要嘅想法㗎，就係如果你喺街邊咧見到啲人揸靚車，可能係法拉利啊、林寶堅尼，哇，好貴嘅靚車。以前嘅我會諗，肯定係富二代嚟㗎啦，肯定係靠阿爸阿媽㗎啦，總之就係唔係靠自己㗎啦。本書又教到咧吸引力法則呢樣嘢，如果我係好排斥呢件事嘅話，呢件事一定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嘅。所以我呢幾年好努力咁扭轉咗我思想。如果見到人哋有靚車，我就會諗，大家一日都有24小時，究竟佢做啲咩可以賺到呢個收入呢？喺呢幾年我慢慢調整我心態咧，就係好樂觀咁接受錢呢一回事。佢書入邊有好強調嘅，成為一個吸錢翻嚟你銀包嘅磁石，而且呢一個係一個有錢人嘅腦袋。咁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咁如果你喜歡我呢條影片嘅，歡迎分享俾你嘅朋友啊。而我逢星期2咧會拍一條閱讀教會我的事，星期日咧就會 upload 個10分鐘睇書嘅精華。咁我會分享好多唔同類型嘅書籍嘅。如果你都想睇書，但係冇咁多時間睇書嘅話咧，歡迎訂閱我嘅 channel。咁每次有影片更新嘅話咧，佢都會彈出嚟通知你㗎。